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主你保守看顾阮，互阮领受对你遐来所想事的平安。检测阮有拄着真济困难甲挑战，但是感谢主，你的恩典够也万用。当阮用感谢欢喜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来服侍敬拜你。主，阮原本底是有罪人，但因为你丰盛的主爱，透过耶稣基督，会保护洗清去阮所有的罪过。阮愿意伫你的面前悔改认罪的人，会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亲近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福分！因为阮透过亲近你，搁一遍得到气力，得到能力，通互阮面对伫即个社会中间所拄着所有的困境。是阮的主啊，阮搁一摆安静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阮，求你帮助阮除去阮心中所有交了阮一切的代志，互阮会当专一敬拜你。亲爱的主，阮也特别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无论献诗、诗琴、诗会、团工信息的每一个当工，拢有对你遐来的帮助。求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帮助阮敬拜你，做心灵的服侍，来得到你的欢喜。阮也常时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互阮新的意象，看见你交代阮的使命，互阮会当真心倚靠你，来成做美好的见证，荣光你的圣名，也互万民因为教会来得到福气。是阮的主啊，阮搁一摆恳求你甲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三甲之地，求你赐了真实的公义和平伫阮即块土地。特别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伫无共款的区域、无共款的葡萄园服侍你的事，愿阮充满信心为你做见证，互更较侪人透过教会来认捌你、信靠你。是阮的主啊，阮是何等渴慕台湾这个国家会当充满对你遐来的和平甲公义，求主帮助。像是阮也看见这个世界充满犹原充满真侪纷争，求主怜悯看顾，紧会当止煞所有的战争，互阮会当安然徛起，也有专一的心志来敬拜服侍你。求主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用乌鲁的话显明伊的荣光。这时，请咱三甲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第178首，圣诗第178首，阮爱上帝圣殿，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主愿感谢你，伫主日的早时，阮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感谢主，你予阮伫台湾这个土地顶悬，会当安然徛起。你的信手扶持阮，帮助阮。感谢主，你赐智慧甲能力，予台湾的政府甲科技的产业，特别伫人工智慧、半导体甲电脑的硬体的制作，予台湾会当成做世界的中心，嘛会当成做国家甲百姓的祝福。我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予台湾会当愈来愈好。予台湾的百姓嘛会当领受这个丰盛的产业。主啊，我嘛要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一直拢有战争，有真侪因为战争所产生人民生活的困苦甲病痛。主你拢知，嘛有足侪人烦恼台湾敢会有战争。主啊，愿你的人民医治甲和平，能到这个国家。享受对圣神内的平安，予人民，予这个国家会当成做有真理、公义、甲自由的所在。主啊，我嘛要好好珍惜台湾的民主，这个民主是真侪前辈用因的性命换来的，若无前人的牺牲，就无今仔日的民主甲自由。嘛求主赐恩典。特别为着台湾的少年人来祈祷，予因会当继续传承耶稣基督的精神，来实践信仰伫台湾这块土地顶悬。嘛求主赐予每一位政治人物有一个清气的心，毋是为着家己，
是真正为着台湾来拍拼。主啊，阮愿意将阮所做的拢总献互你，求主赐予阮智慧。国家是阮爱听阮的厝边，爱行到欠缺的人的中间，互相连教会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伫未来的日子会当去分享福音，去帮助弱势，因为你是顾念送向人的上帝。我嘛知影会当平安健康伫遮实体出席敬拜，会当甲兄弟姊妹坐咧边仔做伙做礼拜，是何等的恩典！阮也要为着这一切献上感恩。主，我要求你医治恢复阮中身体有欠满的兄弟姊妹，有病痛的，求你医治；有软弱的，求你扶持。阮搁一摆甲阮的心交伫主的手中。求主开阮的心，圣神光照阮，来领受今仔日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互阮搁一摆会当倒转伫主的面前，听你的话，嘛照你的话去行。感谢主，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阮的祈祷无够也，只是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高领教，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像伫天。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三甲来交托启文第9篇，记载伫信息后壁第13面。启文第9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遮坎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的。我真正的时，我的骨头枯大。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既若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就祈祷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示明为我。我要注目看你，来宽解你。就用马甲讲马勒索约束伊。歹人受多多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这时咱要请圣歌队领咱来阿罗上帝，伊要引的启示伫遮所在。
感谢信歌队用真水的歌声来学罗上帝。撒迦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6节到18节，伫现代台语汉罗版394页，中文译版278页。哥林多后书第6章16节到18节，上帝殿甲偶像哪会当排做伙？因为咱是因我上帝讲，我要甲我的子民做伙徛起，伫因中间往来，我要做因的上帝，因嘛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主讲，恁着对因中间出去，甲因分离。无清气的，毋通接触，安尼我就接纳恁。我要做恁的爸，恁要做我的囝、查某囝。全能的主有安尼讲。第二位圣经是伫诗篇第42篇第1节到第5节，伫现代台语汉罗版1063页，中文译版700页。诗篇42篇第1节到第5节，上帝啊，我的心必找寻无你，亲像鹿必找寻无溪水。我的心喙焦寻无上帝，永活的上帝。我什么时会当到上帝面前去调记？我明日用目屎准饭食，我的对敌一直问我：你的上帝伫倒位？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用欢喜称赞的声，大家守节。我对念这的代志，心非常悲伤。我的心啊，你是安怎郁卒？是安怎伫我内面害惨？着仰望上帝，我要久要称赞伊，因为伊是我的拯救者，我的上帝。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照咧行的人。今仔日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荣耀的圣殿，请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讲教会即个系列的信息的时，咱有讲过教会亲像心灵的病院，亲像有听的家庭，亲像见证的团体，亲像信仰的学校。咱顶回咧分享信仰学校的最后一讲的时阵，讲毋通旷课。后来我有发现，讲了第2礼拜，咱的人数改像有淡薄增加吼。所以应该爱去继续讲落吼。所以咱今日要继续来看吼。咱来到学校上课，但是上课的时阵若无专心，嘛无路用。所以牧师要开始另外关于教会系列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荣耀的圣殿。因为教会是荣耀的圣殿，是咱敬拜上帝的所在。咱来到这，就是要透过敬拜，甲上帝有亲密的沟通，同时将咱的心灵表露出来，然后领受上帝予咱的祝福。所以今日咱来到圣殿中间，咱一定要准备好咱本身来领受上帝的话。所以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祝福。主，这是阮要静静来听候你亲自对阮讲话，毋茫透过所传讲的信息，搁一遍调整阮的生命。阮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这个系列
的第一讲叫做荣耀的圣殿。今仔的经文一开始，甲咱讲，咱是仰望上帝的圣殿，亲像上帝讲：我要甲我的子民同住，我要伫因中间往来，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咱看见着保罗用安尼咧形容教会，形容你甲我。伊讲咱就是我甲你，咱拢是教会，拢是上帝的圣殿。所以上帝的圣殿毋是一个建筑物，上帝的圣殿就是你甲我。咱爱互上帝住伫咱内面，上帝讲伊要住伫咱内面，伫咱中间甲咱往来，伊要做咱的上帝，咱要做伊的百姓。所以上帝咱提醒讲，你要清气圣殿啊，爱将你心肝所有上帝无欢喜的事来清掉，然后互上帝踮伫咱内底。然后上帝阁互咱一个更较大的应允，伊讲我要做恁的老爸，恁要做我的囝儿甲查某囝。咱若一旦互上帝踮伫咱的内面，咱就甲伊结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像老爸甲查某、甲囝儿、查某囝同款，迄款真亲密的关系。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所以上帝呼召咱才做教会，咱每一项拢是上帝的圣殿，互上帝踮伫咱的内面，咱来清起咱的心肝，互上帝的神会当内住伫咱心中。那对整体的咱教会的角度来看，教会就是一个荣耀的圣殿。荣耀圣殿有真侪重要的特性，咱要分做几个礼拜来学习。其实咱这几礼拜要学习的、要分享的信息，老师过去至少拢有甲大家分享过。但是咱有时若久无讲，就会袂记住。所以嘛是爱去提醒一下，去重新复习一下。今日咱首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来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咱有时咧礼拜的时阵咱无法度完全的专一的。有时阵我毋知你甲牧师有相款，我想毋是我家己一个人的经验尔。有时阵咱礼拜的时阵突然间走神去咱知影礼拜本来就是讲咱的神伫敬拜上帝的时阵，甲上帝相拄对无？甲上帝亲近，但是。有时阵，咱伫礼拜中间身份毋知走去倒位，毋知上去倒位，这就是咱爱面对的问题。比如讲若有时公道的时阵，祈祷的人较长淡薄咱有时就上去别位，一直到伊讲咱同齐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咱的神阁转来，有诶都无转来，所以，咱来做伙来面对这个问题。咱知影，咱有时阵咧看电视的时阵即马电视拢做进步嘛咱过去，当电视发明的时阵，拢爱去转对无？后来有遥控器选台器，咱会当利用这选台器去选择咱的节目咱若看到这无介意的节目，咱会转掉看到节目内底出现咱无介意的人，咱就来转掉用这个选台器来选择咱无介意的物件但是有时阵咱来明白一点就是讲魔鬼撒旦伫咱每一个人身躯嘛装一个遥控器、选台器伫咱聚会敬拜的时阵无说离咱就发生作用。有时阵咱伫礼拜中间煞袂记咱咧敬拜心神就毋知影走去倒位我咧读神学院的时阵，
讲道学的老师老阮讲吼，讲讲道的事论真重要。伊讲吼，根据伊的了解吼，大多数的信徒吼，伫听事论的时阵，就决定伊敢有要继续听落去。吼，所以吼，这讲道嘛是一门学问啦，吼。但是讲道的人爱准备好势，听讲道的人、听信息的人嘛爱准备好势。吼，因为咱知影这选台是真可怕，吼，伊若不时的作用，吼，佫会转转来，咱有时就一去不回，吼。所以咱真正爱重视这个问题，若无咱的敬拜就去被破坏。毋敢若上帝无欢喜，咱家己嘛无法度对这敬拜中间去领受祝福。所以首先，咱先来了解一件代志，就是当时吼，这个转台器，吼，这选台器伊的作用，是咱的转台因素啦，吼，新混的走去的因素。牧师要分做3个部分，甲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吼，是咱肉体因素。肉体因素会影响咱敬拜。譬如讲，咱来理解亚神。有时咱也真忝。虽然耶稣讲，劳苦担重担的人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但是，毋是每一遍咱礼拜的时阵，拢爱家己的肉体拢比较真亚神才来敬拜。我因过甲咧辅导大专学生的时阵，常常有机会甲学生做伙出去生活营。阮咧出去生活营吼，拢是带迄个通铺嘛，大家拢带做伙。带通铺的时阵吼，有的人吼，换这环境就困了袂好势。甚至有人讲吼。迄时钟吼，因为迄山顶啊，伊讲野地拢足安静的嘛。迄时钟伫遐哒哒哒哒，伊就讲吵较困袂去吼。佫过差不多，大概困了差不多10分钟了吼，就开始有人伫遐发出声音对无吼？有人唱贝斯的，有人唱天籟的吼。就安尼规间拢有声音吼。哇！这声就有人佫愈啊困袂去。讲伤吵，牧师这伤吵，我昨暝拢困袂去。结果第二天咧礼拜时阵，迄个牧师讲话足大声，伊嘛拢困去。那上帝赐安眠啊！我咧观察吼，咱咧教会礼拜时阵吼，真正有困去的较少。无阮古早吼，那迄个。迄是古早吼，咧上课的时阵若困去，拄久的吼，老师拢让阮牵粉笔对无？我拄则听慧君老师讲，即摆若牵粉笔会去互投诉。我遮嘛无粉笔，有杯仔尔。但是咱大多数真正我看到讲真正有拄久的足少啦吼，所以这点真好吼，大家一定要准备心吼。准备心毋是讲咱礼拜来的时阵较准备心的，前一暗就要准备心啊。咱前一暗就知影讲咱第二天要礼拜，所以咱拜六暗时咱就较早休困，互咱有精神好的精神来到教会礼拜。第二项就是软弱，肉体软弱，当然咱若破病啊，咱就较无迄个精神通礼拜。这是无法度，这不可抗力。但是有时阵吼，咱是因为一寡家己个人的因素，比如讲有人困了较晚，无食早顿，无食早顿的时阵吼，咱礼拜到一半就巴肚就枵对无？等下就想讲，等下12点得要到吼，等下要来食啥物货吼？所以有人就开始计划讲，牧师今日还讲遐久，我等下要去食啥物货就开始计划心情就走去你们若阵牧师咧讲笑呢？咁这巴肚枵来影响敬拜。你看耶稣伫旷野
耶稣要出来传道进行伫旷野祈祷40天，禁食祈祷对无？魔鬼对伊的第一个试探是啥物？叫伊将石头变饼对无？所以表示讲，迄肉体有血、肉体软弱有血是真大。我有一遍，我顶回我就大家讲我去韩国，做是参加一个研习会，有7天的时间伫遐。大会有安排真侪不共款的节目，伊是人鼓励讲吼，阮虽然无安排迄禁食祈祷的时间但是你嘛会当家己操练一下。我就想讲，伫台湾都无即款操练，所以我就想讲，无来操练一下特别迄韩国的物件，我都无爱食，佫咸佫咸我无啥爱食啦我就甲阮同去的即个牧师讲，安尼我今日中昼我要禁食祈祷因为韩国拢有，伊个祈祷山内底拢有迄个祈祷堂一间一间细间房间互你入内底祈祷我讲我中昼要来祈祷，禁食祈祷，伊个无想到迄天中昼加菜。我看逐个人拢捧迄一盘一人一碗迄个林松鸡一只一只毋是半只尔，一只。我看一个讲，哇奇怪我选毋着伊，选即顿，是无法度迄个人讲了，佮上帝约束好我就想讲，安尼好，伫即现场无法度祈祷。我来迄祈祷堂内底祈祷好但是你毋知偌恐怖，迄只林松鸡对我入面呢。我来祈祷的时阵，一直浮出来，一直浮出来，一直浮出来。实在是肉体软弱，实在是真可怕。所以牧师考劝大家，会再食好饱，较来礼拜。心思意念拢专心伫礼拜中间。这是第一项肉体的因素。第二项情绪，情绪的因素，情绪嘛影响咱礼拜，而且影响佫真大。咱有时带咱的忧闷、烦恼来礼拜，你毋知忧闷、烦恼，互咱袂当专心来礼拜。有人咧礼拜时，佫伫遐烦恼东烦恼西。烦恼明仔载要开会要安怎？烦恼明仔载要面对什么款的挑战？烦恼工作要安怎？所以有真侪烦恼。无说毋是讲咱拢毋通为着这实际咱的家庭的经济事业要发展，家己的工作来烦恼，毋是安尼。是讲咱毋通将迄个烦恼带入来礼拜中间，因为礼拜中间你来当专一心志。自然你会当领受对上帝遐来的智慧甲气力，互咱有迄个能力去面对咱每一礼拜、每一天中间所拄着的挑战。所以这个时刻你就是爱专心嘛，专心才会当领受。你若心中真侪烦恼的时阵操烦的时阵，你就无法度领受上帝的话，无法度专心得到这个祝福。无得到这个力量，你没有气力去面对这个困境。所以过头烦恼嘛袂使。有人过头批判，有人是带着过度的批判我批判是会使，但是毋通过度批判来敬拜。这种人真容易互家己的态度干扰。我过去嘛有一站会handle即款的问题。我当去读神学院的时阵，小可学一寡神学，若阵家己真熬，若阵家己对神学真了解，其实若讲一直到即马，我嘛真心了解。讲神学若亲像大海遐尼宽我若咧捌一汤匙的水尔，捌了真少啦过去过头骄傲，对家己对圣诗诗歌有一寡兴趣，有一寡研究，就家己感觉讲真了解。每一遍做礼拜，
都拢带着批判的心态，感觉讲啊，这牧师这条信息选了无好，啊，这个牧师安尼讲表达无好，我就伫遐批判，讲啊，这实在是一个失败的礼拜。结果我尾仔较发觉讲，迄场礼拜上界大失败就是我，因为根本就无什么礼拜嘛。虽然我讲过，带领礼拜的人爱真用心准备，圣乐队爱好好操练，咱选圣诗爱好好选，牧师讲道爱好好准备，互大家会当透过信息来感动、来改变、来更新。但是，咱若带着这种批判的态度，就无法度，还是讲过头注意一寡细节，咱就无法度专心敬拜。这就是咱来调整的，就是情绪无稳定。可能要出门的时阵，拄啊甲人冤家，也是讲来到教会拄着无欢喜、甲伊冲突的人，心肝受到影响，情绪受到影响，就无法度专心礼拜。请大家注意，这拢是魔鬼的诡计，咱一定要细腻，毋通受到咱的情绪来控制，反倒咱爱家己控制咱的情绪，专心来礼拜。第三项是心灵的因素，心灵的因素嘛是属灵的试探。第一项就是敬虔不足，有的人来礼拜无怀着迄个敬虔的心。咱知影礼拜是来朝见上帝。有人用这种清清菜菜的态度，反正我都有来礼拜就会使啊。咱来想看卖，咱若去调见一个，若要见一个咱感觉较尊重的人物，咱拢嘛会准备好家己。我记我有一遍台南阮的教会内底要办一个活动就邀请到迄个李远哲教授甲高俊明牧师因要共同对谈来讲一个主题然后甲有人载因两个去见迄个基美的董事长柯文尧我就接到这任务，就是讲我爱负责派车去南载载了个载因去基美迄阵博物馆未起好，要起好，我载因去遐。所以阮接到这任务，感觉真慎重所以我就去招一个迄个教会长老伊的车较好我去招一台较好的车要去接这个工事迄天我就看阮的长老穿衫无共款啦平常时拢穿短裤甲迄个衬衫我今日迄天佫穿西装尾讲我嘛穿西装，阮两个看起来那像有随父的就开阮的车拢洗甲清气开车去载了佫载去基美博物馆我到尾完成任务，阮两个人做欢喜的因为我要咱想看卖，阮两个人要去见这是普通的人啦平凡的人尔。拢遐尼慎重，何况咱是要来敬拜这至尊至大的上帝，咱要用什么款的态度，用什么款的敬虔？所以敬虔不足，这些也是咱敬拜无法度专心的一个原因。另外就是信心不足，失去信心。咱生活中间有时会拄到一寡试炼，互咱因为一寡人、代志、事物陷入绝望。当咱绝望的时候，会陷入一种危机，就是讲咱会对上帝失去信心。一旦咱带着这款的心志来敬拜的时阵，咱可能会对上帝产生怀疑。咱会感觉讲，圣经的真理敢真正会当帮助我？牧师所讲的信息，敢真正是真的？我家己想要过我家己的生活，我敢会需要受到这代志束缚？
一旦这款的怀疑产生吼，咱的敬拜就无效果。所以我以上所讲的，这拢是会互咱心神走无去转大的因素，是魔鬼的诡计，互咱无法度专一去敬拜上帝。所以咱一定要对付伊。所以今日牧师要透过第2段的经文，甲大家来用3种方法，互咱的心会当转移落来。咱今日是初步甲大家讲一个概论，过来会个来讲较深入的。首先第一项，就是咱来培养咱较无的心啦。拄则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4篇42篇。42篇，这是互咱参与敬拜人一个真好的典范。因为做事的人一开始讲：上帝啊，我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这首诗有一个背景，就是做这首诗的作者，伊是一个真可怜，被环境所迫害。伊流亡伫黑门岭甲米沙山的一个人所写，因为伊流亡伫迄个所在，伊受到环境所逼，伊无法度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上帝。毋单安尼哦，伊的四周围佫真侪对着你来踢笑，讲你的上帝毋知走去倒位？你无上帝，你上帝无咧插你啦。你根本都无法度去圣殿敬拜伊，所以伊就写这首诗歌。伊讲：上帝啊，我较无你，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水。你看，伊心肝足想要去圣殿内底敬拜上帝，但是被环境所逼，伊无法度。所以伊种较无上帝的心我互伊感觉讲，那亲像鹿。较无清凉的溪，即一只鹿伫迄个旷野顶面跑走，走足久，用足喙焦，找袂到迄个清凉的溪水通啉，所以伊较无迄个清凉的溪水通啉。大家毋知有迄个喙焦的经验。牧师自从迄个放疗了就喙烂就无法度分泌所以不时拢喙焦。所以有时讲到感觉一半，就爱啉水，但是我印象上深的物事，我喙焦的经验一个印象上深的就是我去成功岭受训，天气实在足热，成功岭有一个应该是尾期的时阵有一个训练，就是讲我来行军对迄个成功岭行到东海大学，迄阵大家拢行啊真艰苦天气足热的，若无休困袂当无休困的时阵拢袂当啉水嘛，就爱一直行，行我心中就想要用我的意志、用我的幻想来克服这个困难我就伫遐想讲即声若互我放假的时阵我一定要找一个迄个浴桶拢来底冷水，再来放冰角，我拢泡伫内底我可以买一箱饮料我拢爱放伫边仔啉我一定要好好享受哇！迄时足喙焦、足艰苦的时阵，就伫遐幻想亲像这鹿切心无溪水同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来见上帝咱到怀着一个，因为咱经过一礼拜，迄种拄着面临着真侪困难挑战，咱的心灵已经可能高大，足需要迄个圣神的帮助，足需要上帝话的咱滋润，互咱会当止喙焦，伫咱灵性的顶面的喙焦会当止掉的。所以咱靠用种较无的心。赶紧要来见上帝，迄款较无的心，所以
咱来圣殿敬拜主，咱着爱培养咱迄个较无的心嘛。毋茫讲，伫遮会当得到上帝，互咱摇我喙焦的心灵会当指着指喙焦，互迄款的心志。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爱去除一寡胶料。伫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的第5节，当然11节有哪有啦，拢重复。伊讲：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的内面着急。这个和合本翻译做忧闷咱翻译做郁卒其实伊这字的意思就是讲波浪伫遐咧加滚，意思是讲咱的心若波浪伫遐咧加滚，有时阵咱来到教会进入圣殿的时阵咱的心遐个匍匐啊，咱是有波浪伫遐加滚，互咱无法度专心。所以牧师一直甲大家讲，咱一定爱提早来到教会。然后咱自从我来到双连教会了，我拢要求所有讲道的牧师伫咱礼拜开始前10分钟，就爱带大家做安静心的祈祷。大家做伙来参加这个祈祷，然后竖琴提奏乐，咱就伫这音乐下面。安静咱的心，互咱迄个加滚，亲像波浪加滚的心，会当平静落来。一旦平静落来的时阵，咱就比较较容易专注伫敬拜中间。所以咱礼拜前先来教会祈祷，先来安静伫上帝面前，准备好咱家己。最后，伫整个礼拜中间，咱一定爱做一件代志，就是爱注心伫上帝顶面。就是讲，咱所有的专注的焦点，就是爱放伫上帝顶面。圣经的作者讲，应当仰望上帝。仰望的是啥物意思？仰望就是讲，一个咧比赛的人，咱知影咧短跑的人伊无咧看咧头前几步的路的，伊是看迄个终点，看迄个终点，然后照迄个终点，我就是要往迄个终点尽力来跑走去。所以伊的眼神、伊的焦点拢是放伫迄个上界路尾迄个终点的所在。咱来到圣殿敬拜，咱焦点是放伫啥物？专注放伫上帝。咱可能看到真侪物件啦，看到真侪物件，特别有真侪人拢注意牧师今日头毛有翘无，有偌好无？迄互阮牧师娘注意就好，恁毋免注意恁专心注意上帝，专心注意啥物？专心注意上帝的话，互咱专心注意上帝的话，安尼咱才会当一句一句听入咱的心内，咱就会当得到快乐。得到改变所以今日牧师对头到尾所讲的，你有专心听无？有咱是开始讲会影响咱转达的3种原因：肉体、情绪的、心灵的，对无？然后佮大家讲，咱要安怎专心？爱较无，爱除掉烦恼，爱定睛于神。那安尼，慢慢，咱每一遍敬拜的时阵，就真正会当专心去敬拜上帝，领受上帝互咱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调整阮。求主互阮会当用较无的心情来敬拜你，阮排除一切忧闷烦恼，交了阮的代志，互阮会当注心伫你的话，注心伫你的恩典。互阮透过礼拜，将荣耀归互你，也领受对你遐来的祝福。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这是请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265首，圣诗第265首，咱着敬拜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请备万心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的一切。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的一切拢是恁所赏赐的。我愿意奉献的，毋若是金钱，搁较是我的专心、专人，会当成做主你下用的器皿，所做会当合主的心意。我嘛愿意合适做一个敬虔、专心敬拜、辟彻行无理，亲像路辟彻行无溪水同款的囝儿甲查某囝，结出好的果子。感谢主，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请坐。报告：集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郭强姊妹，也是彭淑慧姊妹的查某囝，甲王燕娣兄弟，定伫6月22号，即礼拜六下晡1点半，伫本会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参与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本会理永和执事伫6月12号安享主怀，定伫6月22号，即礼拜六下晡7点，伫台挑战quỹ力的来源。恳求主你帮助阮中间若有信心、灰心丧志的，求主亲自扶持，加添阮quỹ力。有肉体亚身破病，求主亲自医治帮助。我嘛听见着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落亲人，恳求主你亲自安慰，赏赐阮属灵的目睭，通好看出你所赏赐阮永远活命的愿望。也互阮学习彼此扶持，互相帮助。伫鼓励中间去体验主对你遐来的疼，求主也赏赐阮能力、信心，甲丰盛的疼心，互阮伫未来一礼拜中间所行所做，会当合你的心意。透过阮所做一切，来荣光你的圣名，我让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伫遮有一件代志要甲大家拜托一下吼，就是讲咱普通迄个礼拜时袂当使用手机啊，但是即摆会使吼，请大家来手机啊摕出来吼。咱来看即个所在吼，就是讲为着要关心咱的。大家出席的状况啊，互咱的区牧会当较关心咱大家情形吼。所以咱若来到教会时，参与礼拜时会当来注明讲咱有来参与来签到吼。所以即摆当利用即个 QR code 来签到，咱利用1分钟的时间来签到。咱大概其实拢有搭伫咱的迄个。座位头前拢有一个 QR code， 就当迄个签到，还是讲外面拢有搭吼。咱来时咱就来签到一下吼，互咱即个统计人数吼，会当较精确淡薄啊。吼，这是无需要大家拜托咱一个动作尔吼，就当互咱的教会事工进行了较顺利的吼。这是无需要大家提醒，多谢大家配合。多谢大家配合。咱三甲来吟上吟第511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这庙岛社温强受摧残，